文言文在毒害台湾人。张志峰前一站台北第一女中的中文老师在批评108课纲大量删除文言文，佮讲删除顾炎武的黏体，互学生无机会佮去思考是安怎士大夫之母体是为国体，所摆这是母体的课纲。伊认为删除《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4本册，国文课就失去上有系统的生命教材，失去学习民族上珍贵品德的机会，是一个缺德的课纲。伊阁认为学生毋知要安怎处理人生阶段所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因无机会学啊。因为修身治国平天下拢毋免啊，失去爸囝、翁仔某、兄弟、朋友等5伦，对伊来讲，这个课纲是一个不伦的课纲。108课纲，互伊嫌甲无一块德，甲顾炎武的黏体讲甲袂输是道德教育的圣经。我真好闲去网络找这篇文章来复习一下，详细。甲看得写啥？毋过我文言文的程度歹，当然着爱看白话文的翻译版。文章大声着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毋过四维不彰，国乃灭亡，是中国春秋时代管仲伫牧民内面先讲的。言是家训。讲到这条有一个士大夫，甲伊的囝讲神秘话，单比白食手了后，用这来服侍大官，得到疼痛。颜之推讲这是用卑鄙的方式来得到富贵，是母体。即摆囡仔在学英语，弹piano、下violin，出国比赛得奖。替台湾争取荣光，是台湾人的骄傲。毋过，若照黏体内面颜之推的讲法，英语、piano、violin 拢是番邦的物件，学这来得奖，敢毋是真母体？无下时代的文言文是在毒害台湾人。咱捌读过苏武牧羊，臭头仔朱洪武细汉伫看牛。管仲的牧民，敢毋是甲百姓当作精生，用礼义廉耻4条绳啊，甲百姓的阿妈棍绑互条，着袂输伫故乡仔看牛共款。安尼百姓才会乖乖听话，袂造反。百姓爱遵守礼义廉耻，做官的毋免遵守无要紧。即款充满封建思想的文言文，是伫毒害台湾人。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时代在改变，这个关系嘛在改变。有个家庭的爸仔囝袂输是朋友，毋过老爸共款疼囝，囝共款友好老爸。民主国家的总统甲官员是顶司甲部属的关系，毋是君臣的关系。即阵毋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女性嘛有得食头路，厝内的工课是爱翁仔某做伙做。现主时，小弟会使比大兄先娶某，小妹会使比大姊先嫁人，无一定爱长幼有序。朋友的关系嘛有诚侪种，毋捌见过面的嘛会使称呼网友，网友无一定会守信用。爱特别细腻，毋通认为学生毋知要安怎处理人生阶段所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因为有状元学生，无状元老师。君要行恕，行不恕不忠；夫要助亡，助不亡不好。读这款愚忠愚孝、充满封建思想的文言文，是伫毒害台湾人。道德教育毋是着爱读顾炎武的黏体，才会较绕道。较早真侪善食家庭为生活走总，3顿会当食好饱，着阿弥陀佛啦。
因无啥物机会接受学校的教育，毋过因嘛是甲囡仔教育甲真好，捌道理、明是非。一寡捌读过顾炎武的黏体的政治人物，嘛是侵占国家的土地，去违章建筑，互人检举，阁毋知见笑硬拗。因为做官清廉，食饭骄严，有的人为着个人利益出卖台湾国防机密，嘛毋知啥物是黏体。有一寡人做见笑台，搁伫网络顶面点红看，嘛毋知啥物号做黏体，拢读去骹只拼，有啥物路用？品德修养毋是读顾炎武的黏体，就会变较高尚。是爱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一步一脚印、豆豆啊累积的。这个老师阁认为，甲《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4本册删除，国文课会因此失去上有系统的生命教材，互咱失去上珍贵的民族品德。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住伫这个土地的人。若认同台湾，拢是台湾人。台湾人毋是中华民族。无读这4本册，袂减一块肉，颠倒会当为封建思想的束缚得到头棒，互头壳较清醒。108课纲佮删除会当帮助学习处理个人生命不如意的柳宗元书的西山宴游记，学习建立生命观度。学习大我关怀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删除孙子劝学会失去思考学习意义方法骹步，删除连环台湾通史书，学生毋知台湾人祖先有偌重视民族精神，爱文化香火，这个理由真好笑。即阵的人生活中有真侪不如意的代志。可能是因为工作、学业、感情、人际关系等，会当找厝邻的人，有同款经验的时代、老师、朋友、心理师，甚至是心理医生，讲出家己的心声，找方法来排解。无一定爱读柳宗元的《书德西山宴游记》，要学习建立生命观度。学习大我关怀，嘛会当去做义工，无一定爱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生天下之忧而忧，享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袂输得讲网啊，无下现实。顾佛祖嘛爱顾腹肚。要安怎思考学习意义、方法、骹步，市面上嘛有相关的课程。无一定爱读孙子的劝学，有关台湾史的册真济，像书名的《台湾人400年史》，王玉德的《台湾课文的历史》，有日文版、中文版、英文版，拢是以台湾人的历史观所写的册，毋免读中国人历史观的连环台湾通史书。这个老师认为，白话文有提升语文能力、甲白话表达水准的作用，佮包含有关度的生命哲学。若真正是安尼，中共哪就爱提倡白话文运动。鲁迅伫1918年发表白话文小说《工人日记》，毋过比1885年发行的台语白话字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晚33档。伫民主社会，逐个人拢会当发表家己的意见，毋过袂使强迫别人爱甲你共款。只爱文言文作家拢捌做官，所写的文言文充满封建思想、儒家愚民思想的毒素。读文言文未提升语文能力，颠倒是咧毒害台湾人。台湾是多元族群的国家，甲家己族群的母语救护我较重要，无需要讨这人的性命。去读会毒害台湾人的文言文。